美国参以色列联军攻击伊朗，美国表示讲，到打大约造成140个美军受伤。今仔日应该要对伊朗来发动上强力的攻势，因为伊朗嘛要对以色列也阁有周边的国家来发动攻击。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也阁指控美伊联军是挑工去攻击百姓，完全无咧尊重国际法。 美国准备对伊朗一概出动真侪架战斗机、轰炸机。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表示，伊朗上大错误就是去炸伊附近的国家。Today will be yet again our most intense day of strikes inside Ir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st 24 hours have seen Iran fire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siles they've been capable of firing yet. 伊朗车早对以色列破案国家发动新一轮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空袭警报大响，阿联遭受到9架无人机攻击，有人牺牲，巴林也有死伤通报。沙特阿拉伯表示，伫咧石油大山区东部，甲2架无人机拍落来，科威特也拍了6架无人机。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刊文，美国海军成功护送一架油船渡过荷姆兹海峡，不过事后佫退掉，毕竟是背花，伊朗也否认。 And I can confirm that the U.S. Navy has not escorted a tanker or a vessel at this time, though of course that's an option. 黎巴嫩讲有看到以色列战车调动往南部，伊朗指控美国联手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到今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超过1万个民生、客家、商业、医疗、教育、能源等单位荒废掉。 They are deliberately and discriminately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ey show no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 restraint.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讲，战事可能比料算更较早结束。美军护送油船的消息，也予国际油价一声就落超过15%，收盘落11%。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